各位街坊，最近放工行過街市或者屋村商場，有冇發現總有一間綠色招牌，大大個玻璃窗俾你睇住入面啲姐姐即包水餃嘅鋪頭，好似細胞分裂咁開到周圍都係？冇錯，就係嗰間叫元記雲餃嘅內地過江龍。呢陣子香港飲食業日日都話步入寒冬，執笠潮一波接一波，但係偏偏呢間嘢就逆市大瘋狂，開完一間又一間，簡直好似攞住部推土機咁橫掃全港，搞到本土好多傳統麵檔同埋街市水餃檔都人人自危。大家都喺度諗，到底呢隻過江龍憑咩可以喺香港呢個租金貴到飛起、人工又高嘅地方，賣到平一平都仲可以賺大錢，甚至將成個香港食肆生態圈震到啪啪聲。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呢間元記雲餃背後到底用咗邊兩招殺人技，將香港人嘅心理同埋飲食習慣食到死一死。睇完你就明白點解佢可以平到你唔信，但係又偏偏令到你啲銀包頂唔順要乖乖交錢。講起呢間元記，其實佢喺內地一早已經係個巨無霸，分店開到成幾千間，但係嚟到香港，佢面臨嘅挑戰完全係兩回事。香港人出名嘴刁，而且對內地品牌多多少少都有種觀望態度。點知佢一落腳，完全冇打算同你慢慢磨，而係用咗最震撼、最直接嘅方法插入香港市場。你行過佢門口，最吸引你眼球嘅絕對唔係咩好華麗嘅裝修，而係嗰個完全透明嘅大玻璃，入面坐住3、4個甚至5、6個阿姐，着住乾乾淨淨嘅制服，戴住口罩，對手好似摩打咁不停咁包包包。呢個就係佢哋最勁嘅第一招殺人技，明檔現包嘅心理戰術。好多人以為呢個明檔只係一種噱頭，但其實入面包含咗極之深奧嘅消費者心理學。依家邊個香港人唔注重食品安全？大家平時去超市買啲急凍水餃，返到屋企煮出嚟，總覺得成陣蒜味，又或者覺得啲肉唔知放咗幾耐。元記就係捉到你呢個心理漏洞。佢將成個廚房最核心嘅部分直接搬到最前線，俾你親眼見到個餡係新鮮嘅，啲皮係啱啱出嚟嘅，個阿姐用緊嘅手法同你老媽子喺屋企包水餃一模一樣。喺呢個時候，你大腦入面嗰個防線就會即刻崩潰，你會自動自覺覺得話呢間嘢好新鮮喎，現做現賣，實冇添加劑啦。而且呢個明檔最收買人心嘅地方，係創造咗一種好強烈嘅煙火氣。喺香港呢個節奏快到令人窒息嘅都市入面，大家都好懷念以前街市那種人情味同埋即叫即做嘅新鮮感。元記將呢種傳統街市嘅溫情，用現代化、標準化嘅包裝重新包裝一次，擺喺冷氣大商場或者乾淨企理嘅鋪面度。你睇住啲姐姐喺度好純熟咁捏下捏下，一個個肥嘟嘟、飽滿到好似元寶咁嘅水餃就排到整整齊齊。呢種視覺衝擊，對於行完一日夜班，個肚餓到咕嚕咕嚕叫嘅打工仔嚟講，簡直係一種無形嘅催眠，不知不覺就會行埋去問一句：今日有咩款啊？但係如果單靠明檔包水餃，香港其實一早就有好多老字號都做緊，點解偏偏係元記可以做到好似海嘯咁席捲全港？呢度就涉及佢哋最核心，亦係最令同行絕望嘅第二招殺人技，極致嘅供應鏈同埋顛覆性嘅定價策略。大家不妨諗下，喺香港食碗雲吞麵或者水餃麵，依家基本上都要40幾至50幾蚊，如果去到啲好出名嘅老字號，分分鐘要60幾蚊。但係元記一嚟到，佢主打生水餃外賣，幾十蚊就有一大盒，平均計落去2、3蚊就有一隻大水餃。如果你揀喺佢度堂食，30幾蚊就有一大碗，仲要大大隻，皮薄餡靚。呢個價錢喺今時今日嘅香港，簡直好似時光倒流返去10幾20年前咁。好多人一睇到個價錢，第一個反應係有冇搞錯啊？咁平，佢點賺錢啊？會唔會是用啲劣質肉啊？呢度就係大家低估咗一間擁有幾千間分店嘅連鎖巨頭嘅實力。元記之所以能做到咁平，完全唔係因為佢用劣質材料，而係因為佢背後嗰套好似怪獸咁強大嘅中央廚房同物流系統。佢哋將所有原材料，好似豬肉、蔬菜、麵粉，全部做到了源頭採購，
數量係以萬噸嚟計算。你想想，一個全中國有成幾千間分店嘅品牌，同一個喺香港得一兩間鋪頭嘅本地小店，去同供應商攞貨，個議價能力差咗幾千倍。元記用極低嘅成本攞到優質嘅原材料，然後喺佢哋嘅中央工廠進行標準化加工。好多人以為現場包就等於全手工現場製作，其實呢度有個好大嘅誤解，亦係元記最聰明嘅地方。佢哋啲水餃餡其實一早喺中央廚房用精準嘅比例調配好，包括肥瘦肉嘅比例、調味料嘅份量，甚至連菜汁嘅排水量都用機器計算到清清楚楚。然後呢啲調配好嘅餡料同埋一早壓好嘅水餃皮，會用冷鏈物流，每日定時定候直接送到香港每間分店。換句話說，現場嗰啲阿姐，佢哋唯一需要做嘅動作，就係將個餡放落塊皮度，然後捏埋佢。佢哋唔需要識得點樣調味，唔需要去街市揀韭菜，更唔需要斬肉。咁樣做有咩好處？第一，確保咗每一間分店，每一隻水餃嘅味道係100%一模一樣。你喺旺角食到嘅韭菜鮮肉餃，同你喺元朗或者屯門食到嘅味道唔會有絲毫分別。第二，亦係最恐怖嘅一點，佢將對人手技術嘅依賴降到最低。喺香港做餐飲，最頭痛嘅一定係人工貴同埋請人難。你想請個師傅返嚟調味、斬肉、包餃子，一包包幾十年嗰種老手，人工冇2-3萬邊度請到？而且呢啲老手仲會有脾氣，萬一佢今日心情唔好，調味落多咗鹽，間鋪嘅招牌就咁就被砸爛。但係元記呢套模式，佢請返嚟嘅阿姐，只需要接受幾日嘅短期培訓，練熟個包餃子嘅手勢，就可以即刻上崗。對於鋪頭老細嚟講，這意味着人力成本大幅下降，而且人員流動對鋪頭嘅營運完全冇影響。佢將最貴嘅工序留喺內地成本極低嘅中央廚房做，將最重複、最機械化但又最具有表演性質嘅包餃子過程擺喺香港分店做。呢種將工業化同手工感完美結合嘅手段，簡直係降維打擊。而且元記最絕嘅一招係佢行生熟聯動嘅模式。香港大部分傳統麵檔都係主打堂食，你想買生水餃返屋企煮，佢哋可能要另外用個膠袋裝俾你，個價錢亦唔會平得去邊。但係元記唔同，佢嘅鋪面設計最大嘅面積係留俾生水餃外賣櫃台。你行過門口，會見到一盒盒包裝得好精美、好乾淨嘅生水餃擺喺冷櫃度，任君選擇。呢個策略完全擊中咗香港依家最流行嘅住家飯同帶飯文化。依家經濟環境一般，好多家庭主婦或者後生仔女放工都想慳得就慳，唔想天天喺外面食幾十甚至100-200蚊一餐。買一盒元記生水餃返屋企，放落滾水度煮幾分鐘就搞掂，有肉有菜有澱粉，一餐豐富嘅晚餐不用50蚊就解決咗全家人，仲要覺得自己食得幾健康。對於元記嚟講，賣生水餃嘅利潤甚至高過堂食，因為生水餃賣完你就走，完全不佔用鋪頭嘅座位，不需要洗碗，不需要提供服務，翻台率係無限大。當你將堂食嘅人流加上買生水餃返屋企煮嘅龐大人流結合埋一齊，元記每間分店嘅坪效，即係每尺地方可以賺到嘅錢，高到令傳統餐飲同行想喊。傳統麵檔一到下晝3-4點非繁忙時間，成間鋪基本上係靜悄悄，員工喺度拍烏蠅，但係人工同租金每分每秒都喺度計緊。但係元記就算喺非繁忙時間，依然會有大量行完街市嘅師奶或者放學嘅學生，去外賣櫃台買盒生水餃返屋企準備做晚餐。佢哋嘅營業額可以從朝早8點一直源源不斷咁賺到夜裏10點，完全冇冷場。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本地嘅餐飲業老闆會覺得好唔甘心，覺得呢啲過江龍純粹係靠資金雄厚、靠規模效益嚟欺壓本地小店。但係我哋如果理性啲、客觀啲去睇，元記之所以能喺香港成功，除咗佢背後強大嘅資本同供應鏈之外，最重要嘅係佢對香港市場做咗非常深度嘅本土化改進。大家如果有留意，內地嘅元記其實主要係賣水餃，
口味好多時都偏向北方或者江南風味。但係當佢哋決定進軍香港嗰陣，佢哋並冇將內地那一套死板板咁搬過嚟。佢哋知道香港人最鍾意食嘅、最代表香港情懷嘅，其實係鮮蝦雲吞。所以佢哋來到香港之後，大力推廣佢哋嘅鮮蝦蟹子雲吞同埋鮮蝦韭黃水餃。佢哋用嘅蝦仁大大隻、爽口彈牙，完全符合香港人對一碗高質量雲吞嘅要求。佢哋甚至連湯底都做咗調整，加入咗更合香港人口味嘅大地魚同埋蝦殼去熬製，務求令到你飲落去嗰啖湯，覺得同喺普通茶餐廳或者傳統細蓉麵檔飲到嘅冇乜分別。呢種對市場嘅敬畏同埋靈活變通，先至係最恐怖嘅地方。一隻擁有無限資金同完美供應鏈嘅大怪獸不可怕，可怕嘅係呢隻怪獸仲比你更了解你本地嘅消費者，比你更願意放低身段去迎合市場嘅口味。面對咁樣嘅強敵，香港本土嘅食肆到底要點樣生存？呢個係依家好多人都在思考嘅問題。好多老字號成日覺得自己有幾十年歷史，靠住祖傳秘方就可以一朝鮮吃遍天。但係現實係殘酷嘅，當新一代嘅消費者成長起來，佢哋可能對你所謂嘅幾十年情懷冇乜概念，佢哋更在乎嘅係你間鋪頭乾唔乾淨，你啲嘢食新唔新鮮，你個價錢值唔值呢個數？元記雲餃嘅出現，其實係幫成個香港餐飲業上一堂好生動，亦好殘酷嘅課。他話俾所有人聽，依家嘅餐飲業已經唔再係以前那種靠一個大廚師、一間小鋪頭就可以打天下嘅時代。現代餐飲業拼嘅係綜合實力，係一場關於供應鏈優化、成本控制、消費者心理學以及品牌營銷嘅立體戰爭。當然，這係咪代表香港本土嘅水餃麵檔就一定會被趕盡殺絕？那又未必。元記雖然平、靚、正、快，但係它本質上依然係一種工業化、標準化嘅產品。當你追求極致嘅標準化，你就必然會失去咗一種獨特性。好似香港有啲幾十年歷史嘅清湯腩店，或者手工竹升麵店，佢哋每一碗麵、每一件牛腩，都包含咗師傅根據當日天氣、濕度去調整嘅手工溫度。那種帶有一點點不完美，但又極具個性嘅味道，係中央廚房永遠都複製唔到嘅。所以元記橫掃全港，震盪咗成個食肆生態，但同時亦係在迫使香港本土嘅餐飲業去行一條更精緻、更具差異化嘅線路。如果你想同元記拼平、拼速度、拼分店數量，你簡直係拿條雞蛋去撞嚿大石頭，死路一條。但係如果你能將自己嘅特色做到極致，做到全香港只有你呢度先食到呢個味道，那無論過江龍有多厲害，你依然可以擁有一批死忠嘅擁躉。無論點樣講，對於我哋呢啲普通消費者、各位街坊嚟講，有更多嘅選擇，有更具競爭力嘅價錢，點都係一件好事。尤其係依家荷包縮水嘅日子，可以用30幾40蚊就食到一餐飽肚、新鮮、味道又唔錯嘅飯，確實係幫好多人解決咗生活上嘅小煩惱。元記雲餃嘅殺人技確實犀利，他用名檔現包贏得咗信任，用極致供應鏈贏得咗市場。呢場香港飲食業嘅大震盪，老實講，先至啱啱開始，未來仲會有更多唔同嘅過江龍湧入嚟。我哋作為食客，最緊要就係繼續保持挑剔嘅條理，邊個做得好，邊個對消費者有誠意，我哋就用自己嘅銀包去支持邊個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優勝劣汰，唯有真正用心做好食物，了解客人口味嘅人，先可以喺呢個浪潮入面屹立不倒。